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台湾头一站，台人分尸，佮食人肉的陈金火功德强案，发生伫2003年。这两个人拢已经伫2012年的时阵去互枪决了。毋过，因到底是毋是有食人，是安怎想要食人，到今拢无人知影。2003年12月13号，通信行的头家赵임昌用1万块收了一台笔记型电脑。伊甲电脑改锁了后，发现讲电脑的主人敢若亲像是前一阵新闻咧报一位失踪的查某保险员。伊赶紧就报警察，甲警察讲卖电脑的人客是一对男女朋友。因本底是讲想要改锁，这个赵老板创到一半，迄查甫雄雄讲卖掉好啊，伊才用1万块甲收落来。警察调查电脑内底的档案，确定真正是迄名失踪保险员施金池的电脑。毋过按照赵头家的讲法，卖电脑的人甲警察当咧追查的人，竟然是无共人。根据手机的通讯记录，甲施金池小弟所讲的证词，2003年12月初7，施金池接到一通公共电话，讲要请伊去机车行，讲一寡新保单的代志。暗时8点，施金池一个人骑乌托摆来到陈金火的机车行。施金池甲陈金火熟识有一段时间有任何机车保险的问题，拢是施金池咧处理。毋过陈金火这个人早都有问题，只是27岁施金池伤过相信陈金火，才会来失去性命。2天后，保险公司甲施金池的小弟讲，施金池拢无来上班，嘛找无人，因小弟就报警找人。刑大队长董国强一听讲是陈金火机车行，伊就知影代志毋好，因为1991年3月初1，一位东海大学查某学生柯瑞芬，就是讲要甲陈金火签保单，嘛是约伫咧暗时。结果柯瑞芬就安尼规人无去，剩一台机车停伫咧陈金火机车行附近的超商。因为是最后一个见过柯瑞芬的人，董国强认定讲柯瑞芬的失踪甲陈金火绝对有关系。结果陈金火讲，迄暗伊甲柯瑞芬见面了后，就赶来去病院，看伊要临盆的某。讲伊根本毋知影柯瑞芬是走去倒位。虽然有真侪人芳，譬如讲陈金火差不多有1.5点钟的行踪讲袂清楚，签保险单的现场凡事阁有别人伫咧，伊嘛讲到安尼滴滴嘟嘟。毋过拢无实际证据，董国强无法度甲陈金火掠起来，柯瑞芬就安尼彻底消失伫人间。一声。阁一个人伫陈金火店内无去，董国强当然是无可能放伊煞，就安尼对手机通讯开始调查，发现讲施金池失踪的过顶天12月初8，有敲一通电话出去，信号就拄好伫陈金火机车行，警察就全面搜查陈金火机车行，结果伫厝尾顶的水塔。发现2骹底有尸体的乌色塑胶袋一个底头甲身体，一个底四肢，腹肚甲胸坎拢无去，四肢阁去用写甲剩骨头。证物方面，警察嘛找到施金池的珠宝破链，甲一台脆糊糊的手机当场就以准现行犯，甲陈金火掠转警察局。虽然讲看起来就是陈金火做的，毋过上重要的凶器
犯案的动机，还有无在场的证明，拢去互伊闪过。伊否认有杀害施金池，佮讲有人甲借机车行，毋知影因咧内底创啥，就亲像10多年前安尼，逐警察乌龙蛇道。好佳在有迄台笔记型电脑，警察才会发觉讲另外有人涉案。警察按照通信行赵老板的证词，抓到迄个卖电脑的龚德强。这20通货的人，互警察问无几句话，就招认讲，陈金火因为保险赔偿的问题，想要甲这个施金池，互伊一寡假释，才来找这个龚德强斗帮忙。施金池的乌托摆就是龚德强牵去超商，笔记型电脑黄金佫有陈金火手机佫有犯案用的当军锁米工刀，拢是这个龚德强负责摕去卖掉，或者是弹掉。陈金火这声是走袂去毋过伊的口径犹原安尼颠颠倒倒。法官呢就来采用龚德强的口径，甲这个案发现场重新复原，讲这个案发迄天，伫陈金火指示之下，龚德强用公共电话敲互施金池，甲伊约来到这个机车行。陈金火先动手，甲这个施金池讲甲昏昏去。龚德强就用当军锁甲施金池的红棍吹甲呢暗暗暗。陈金火叫龚德强甲施金池扛来去2楼的药间先甲强奸了后，陈金火用分两刀对施金池的脑后刮去，确定伊无气了后，才来用米工刀分尸。4个月后，警察转去这个机车行，甲化粪池拍开，在内底找到100多地的尸体，佮有米工刀。佮有包尸体用的衫裤、保险员的名册、施金池个人的物品。不过警察也是无法度甲完整的施金池来斗做伙。陈金火就讲，因为伊甲拆只落北这个食人魔的案件轰动台湾。不过佮较怪奇的就是，伫陈金火甲龚德强去互掠去的7个月后。迄个通信行的赵老板，嘛因为伊甲黄丽燕婚外不伦的关系，去掠动黄丽燕的杀机。黄丽燕甲警察讲，因为赵头家对伊暴力伤害，害伊有心佫无要负责，伊才会用这个落了爱困药的红酒，先甲这个赵老板用甲昏去，佮野刀甲刣，甲分尸，缀甲2卡塑胶袋这个黄丽燕半暝找另外一个当咧录伊的林先生，骗伊讲有一个充气娃娃要甲等入去深山内底。这个姓林的为着爱人，专工为台北驶车，来到台中的大肚山顶，甲迄2卡塑胶袋一卡等伫臭水沟另外一卡等伫蒙阿埔山沟内底。因为哪想哪无对当。过电工这姓林的就去报警察，才发现讲迄暗淡的毋是啥物充气娃娃，而是赵老板的尸体。这2件分尸案虽然无直接的关系，不过有一个这尔重要的相关因素，实在是令人感觉有影恐怖。陈金火甲龚德强到底是毋是有食人，嘛变做咱台湾刑事案件记录内底永远的谜团。欢迎回来到咱疑案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咱讲这个案件有的是有预谋的啦，有的是一时的匆忙就来犯案安尼。咱咧看这个案件的时阵呢，嘛有一寡是这个甲女性有关系。甲女性有关系呢，其实是讲可能是爱伊的身躯啦，可能是爱伊的钱啦，这个匪徒呢，雄雄起一个贪念过来落手杀人。
今日讲即个案件吼，就是咧台湾吼，捌即个互人惊吓，讲伊讲伊甲法官讲伊有食人啦吼，咱讲食人魔的即个案件，这可能是头一站讲有甲人刣死了，搁食人的即个案件。讲这案件，都去讲到底要找啥物来宾来讲即个案件呢？就想着讲，这甲女性伊咧外口做工课风险有关系，所以呢，咱就找一个女性咧外口做工课风险上大的，就是酒店查某。咱请到的是酒家里13。各位同志、是大兄弟姊妹平安，大家好。你有感觉你的职业有风险的无？我的职业，当我看到即个案件了后，我感觉我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讲是安全的。比保险网搁较安全。当然啦，因为我毋是一个人去面对客户，阮公司有足侪站的，业绩干部，搁来就是所有的服务生公主少爷，嘿，所以讲，咱若有问题，阮拢会当当下就去提出。听讲参像迄落咧外口，迄马车夫送去外口的，其实拢会伫楼骹甲等着无？若是楼顶有啥物代志？咱即摆咧讲的经纪人，就是你上下班，也是讲你有甲人客出场去一个所在，时间到结束的时阵，经纪人会伫外口等你安尼。原来嘛是安尼的。嘿，甲你接送。就是讲，袂讲参像即个保险员遮尔啊，就是伊跟他一个人去，嘛毋知影讲伊要去偌久，毋知影要去找啥，就出代志安尼。嘿，对。你咧看即个案件，伊敢有甲咱讲即个年代也好，还是讲伊的即个女性的即个环境有，即摆来讲，敢有较好？咱女性咧外口做工课的时阵，我感觉业务方面来讲，我认为即摆也无较进步。是安怎？嘿，因为我本身阮老母伊是1964年的，伊无对公司，伊是家己个人咧找行来做厝地买卖，还是土地买卖安尼。嘿，有一摆甲阮母咧开讲，伊嘛是讲，伊已经入到即个会所啊，伊迄个甲迄地主咧讲敲代志的时阵，伊嘛是有拄着会讲米国想的地主安尼，我讲你哪会袂去报警察甲抓，还是安怎？伊讲人我即个会所我死到要甲告，阮母也佫会烦恼讲我即个会所法官是要相信伊的话，还是相信我的话？所以我认为讲业务即方面，甲现在社会来讲，也是无较进步。就是即个。咱讲，这爱为倒位开始，才有我着甲即个观念用一个较提升、较进步哈。我认为是爱有一个官方的所在，就是第三方的所在。毋管你是讲要讲土地，还是厝地买卖，嘿，同无卖一个人。那会查甫的迄中人，因都会当一个人，其实这社会嘛怪奇着。我本身是女性啦，所以我敢若会当徛伫女性的角度，查甫的可能爱特别另外请别个来宾来讲即段，因为我无法度去意识讲查甫会受到啥物款的款待。查甫敢会受到啥物无共款的压迫？咱的制作人是查甫，毋知有，毋知咧外口做代志敢会叫？伊还未拄着伊的市场。你感觉伊的市场会是倒位咧？伊的市场，无好讲。伊最近都讲，伊都想叫就想要趁出去趁。安尼伊马术可能爱搁练一个。你敢知影？这个社会就是安尼啦吼。嘿，靠外表啦，外表甲肉体。你看即个案件的时阵，你对即个咱讲加害人吼，这两个加害人，你有啥物看法？你敢会感觉讲因真正有食人肉？毋免去讨论讲因敢是有去食人肉，咱爱去为咱的教育根本去想，去看即项代志。啥物一般人会讲这是有精神病患者，还是有食酒了后鉴定过，你罪行地较轻即款的。
咱是毋是爱去受着讲咱的家庭教育甲学校的教育？嘿，咱爱去为即个方面去想讲，咱一直咧甲囡仔设置有权威的教育体制内底，可比讲学校有教官，先生讲话会当较大声，即款的是安怎？是安怎面对较有权有势的人，咱的关系就无对等。嘿，咱的教育就一个靠，互囡仔感觉讲爱靠势啦，安尼。对啊，嘿，所以讲咱爱为教育方面去想。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有咧看咱的即个网络顶头的一寡铺的即个文啦吼，面册的文，你就敢发觉讲，其实咱对即个百行百业吼，无共款的职业，其实咱拢是平等咧看，所以你一定想袂到讲，今日咱请即个周家理甲你讲，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家己有查某囝。嘿啊，家己有囝就知影讲，即个环境，就是讲，咱莫阁用一个你咧做啥物工课来看，讲你一定是啥物水准的人，其实这已经无准啦。咱足侪迄个灰灰山做，其实拢是读足侪册着。就是因为教育体制甲你教讲，你有权有势，你就会使为非善做，社会甲你保护。所有的人拢会甲你教育讲，监狱内底关的是无才调的人，无一定是犯人。对，这嘛是咱语言班吼，上有就是有特别嘛是有即款主题伫咧。对，就定定咧做即个，咱讲有的人甲咱叫是咱是即个，爱废除死刑。就是咱甲咱看做是迄边个啦，毋过咱对死刑的观察，其实就是讲，毋是讲一定爱有死刑，还是无爱有死刑，就是讲你一定爱甲即个案件调查互清楚。是。一个人若是真正犯即个遮尼大的代志，佮杀人佮食人，其实你甲杀死以外，留落来做研究，其实嘛是一毒呢，对无？就莫甲放出来啊。对啊，直直甲关啊，甲研究。你想着啥？就是留互心理学家。嘿啊。去研究，有一个数据伫咧，讲有啥物款情形的人犯说会做即款代志。对，我是感觉即个案件就足适合出来做研究。参像真正迄落咧，迄个捷运顶头咧乌白杀人的迄，我感觉迄嘛是会当应该爱留落来研究才对。你直接甲伊用掠去当就甲请过啦，其实我感觉伤紧啦。这是有时是政治因素，你若拄着选举还是啥，大家咧人民咧愤慨的时阵，咱就针对伊。这咱近年的戏剧内底嘛是看会着。对。好，听众朋友，你会听到讲吼，这13对咱这个社会观察吼，是真正足饱的吼，因为啥物款的人伊拢看过啊，吼，有悬有低吼，伊都用一个较平等的一个眼光来看咱社会事件。所以呢，咱后一集呢，继续要请13讲伊做工课的时阵呢，去看到的、去拄到的一寡事件，甲咱来分享。咱这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法地方案补助的节目。咱后一届空中再会。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